在台南的北區一大公園，這邊仔有差不多4公尺長、無畫紅線的區域，結果這厝邊呢，為着停車佔位，2個人是冤家冤家互相檢舉。白線頂面停汽車看起來無問題，不過警察來直接開單。台南北區一大公園邊仔有一段長4公尺、無畫紅線的路段，煞正做厝邊小站。一般轎車長大約4.5公尺，停入去車頭也是車尾，難免會對着紅線。經過了解，有車主定定甲車佔地，甚至有人用機車來佔位。本來發現車位互其他厝邊停去，就打電話檢舉有人對着線，因為停車問題，互雙面貼破面。在地居民無奈講。標線安尼設計，會互人產生誤會。你也無要用停咧規樣畫紅線啊，啊，無你安尼一個大陷阱，應該會不舒服啦，因為他會覺得是白線，因為到一點紅線可能，說這樣會太嚴格，不然你就全部都畫紅線。互人檢舉的厝邊嘛，甲警方指控對方停車的位離消防栓相近，照規定路口10公尺，消防栓5公尺內攏袂使停車。這搭空白地段，強在有人咧停，即賣雙方互相檢舉，警方認定攏有違規，開罰600至1000元的罰款。交通局回應，最近會安排會勘，甲地方討論，看標線要安怎來調整。當下就是有依照轉角10米的紅線以及消防栓前後5米的紅線劃設，劃設完以後，它還有剩餘未劃設的空間的話，未來我們會與會勘找當地的相關單位以及那個地方代表來共同研議。這站檢舉事件嘛顯示出當地停車位嚴重無夠的問題。邊仔新大樓一棟起，地區停車需求增加，想要在公園邊仔找到免費的車位有影困難。為了要徹底解決這場停車的糾紛，警方嘛已經通報相關的主管機關，希望會當徹底解決這個問題。記者蔡台南採訪報道。